我係改峰，我係一個藝術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講啲，等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改峰，歡迎大家今日嚟到啱上方法嘅節目地位。今日節目其實同特別。因為安尼錄按叫嘅節目嘅吼，因都會講到客家話呢教育嘅問題。今日就請到社區大學地位，因都會做客家話教育嘅張淑玲老師來到安尼現場節目地位。我想今日好好來講一下，到底安樣來教當細年嘅韓國當大年去學安尼客家話。我想先請淑玲老師來老大家問候一下。高先生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張淑玲。所以老師，我似第一講，其實對嘅編輯客家教材安樣嘅一隻工作花咁多時間同你當班。我想清楚嘅時間，到底係從乜個點開始接觸到呢隻客家話嘅教育嘛？大概來講都91年左右噶嚇，我其實行到嘅以前嘅行係全部都係到翻譯到學校度。我來做客家事情也因為陸陸續續學會成立啦嚇，或者係講本土嘅語言漸漸嘅嚇蓬勃嚇，嚇發展嚇，當然都投入到也來教細年嘅客家話。我有想到都講，我自家嘅阿爸阿妹、阿公阿婆，還有我嘅家公家婆。全部都係客家人，我做得算係純種嘅客家人。我認為講，也係我當強鬆都做得做嘅事情。華語嘅教學冇少我生嘅，但係客家嘅教學，我知道我應該做得參加。同時，因為我係算係一啲當自由嘅人都講，我想去做乜嘅武漢人唔會反對，都好有安尼環境，我都想講跟我是去做老客家文化。老客家話，也係講客家文學教學係有關係嘅事情。我都漸漸將我以前都反映教學，睇人嘅部分漸漸攞佢獲提歸心來做呢客家語言。我不講係按照語言和文化嘅教學，因為我一開來都因為語言教學冇應該離開呢嘅文化，即係安尼嘅原因。我想當然，因為其實文化係透過語言來做一隻。傳遞也好，教育也好，也係溝通也好，原則上全部透過語言。特別係講呢，其實客家以前老代寫模式啊，佢咩一隻由詩開始嘅文字，佢係一隻由話來傳發語言系統。我想對安樣一隻語言系統做一隻教育嘅一隻過程。我想話做淑玲老師其實要教當細年嘅，沒有教當太嗰種社區大學嘅叫做太高了度太高太低了度，所以呢兩種冇困用年紀嘅年齡嘅一隻教學，係咪有一隻當冇困用嘅一隻方法？當然啦嚇，都講因為我有講過，我喺西方嘅武漢人全部係客家人，尤其係我又會講海陸腔，新竹嘅海陸腔。故所我就想講，呢教學嘅時節，我老年下冇強調係，我會想係寫教材。剛開始嘅時節啦，其實呢客家委員會認真嘅就啱啱做到按冊窗嘅時節嚇，要當到人自家去寫教材，咪要當到人當熱心自家係提供教材。剛開始我係學文學嘅，我係中文嘅碩士班畢業嘅，故所我本身都有語言嘅背景。所以講我知道會寫教材，可能下會下熟落一啲啲，所以我就從細年嘅教材開始寫，慢慢，大寫係自家講，反而為細年嘅寫到詩歌啦，即係講做得特別短嘅文章，即係對話。咁個漸漸因為要留到所在人合作嗬，我就開始要下正式去編教材，參與呢一個套路嗬。我記得從到90。頭先我經驗做下冇講當做規模啦，因為家很多中央研究人老一個以教授強下就寫一啲嘅課本上嘅東西。咁講我知道課本上嘅教材，我知道下應講有班度找規矩來嗬。我將我嘅東西係我自家感覺，
我来教学习行爱的东西，所以我就渐渐就接触到一条苗路方的作品，然后就开始写。或者係講像，特別是校委會就想嚟寫成日教材，又係講太陽教材，就開始漸漸落叫做提手。到每項寫教材變到係我當初又係一件事情，只要配合我一家教學。我要差別冇，教一隻14年嘅教材，還個教一隻40歲學生嘅教材，還個一隻60歲、70歲老年家嘅教材，我有冇缺氧冇？當然冇缺氧。比如講吼，細年嘅吼，你要搞嘅當然係用沖，也係用染油嘅方式，較神奇。對方咩挺簡單，對方唔做得更高嘅講法，一天都融入一啲啲就有音樂性嘅東西。或者係講有壓到當強嘅短短嘅，又衝又跳。但係按你要表現你客家嘅元素會較少，冇可能都一個3歲字，也係講5歲幼稚園嘅聲音嘅，也係講1年生嘅聲音嘅。以後嘅東西，唔想我表現你客家文化，但係沉嘅東西冇咁簡單，所以到面向係會漸漸會知道講，也有懂到顯神嘅東西，也或者面向也有你教育內統地方也有出嚟啲創傷做嘅書，我漸漸知道也唔係我正經上嘅發展嘅嚇，還有因為人也漸漸都96年來都飽和咧嚇，我都會天天咧，他推出一隻2月，開始自家去。專心變到係一個專職嘅行業先生，同時我都我嘅面向變到太原嘅，因為太原我以前食到空中太學服務過，嗰時候嘅英文咧嚇，我讓我對太原嘅學生嘅，我讓我老記到強下我啲，嗰時候我漸漸嘅自家都退下來，都到沙溪太學開始去發展我教學嘅另外一條路線，但係我也是開始發覺。材料當少，因為大部分嘅教材都係為到國小嘅啦、幼稚園嘅啦，也係沙溪3個班嘅嗬。但係喺創過都創過，唔講愛將語言、老文化融入地背，我知道啱嘅東西當少。係，嗰時候我開始都將所有嘅心力都變到也編寫較適合嘅沙溪大學，也係講成人嘅素材來用嘅教材。同時我發現講。教本也都中間分子，佢會影響無下人。你教阿公阿婆，佢咪會影響幾孫咧？嗰時候我唔會認為講，有啲人會講，按做太人嘅效果冇咁好啦。人中央也係講地方嘅客家 V&V 都會送嘅太鐵，都會聲人嘅較多，唔做了係小眾。但係我都唔會按想啊，我想講，總係做老人冇同樣嘅東西。我哋水雲老師其實唔到台北市地北嘅社區大學嚟教咧到嘅就社區大學太年嚟讀廟嘅客家，也係講客家話。我哋地北咩應該當到係嚟社區大學學客家教育、也客家話、也客家文化嘅老師吧。就像一些水雲老師、教老師嘅感覺。教咧嘅老師要問我冇佢樣冇。我應該門口嚟講啊，唔多太年會接觸到一般嚟講係唔講上班族嘅嗬，上班嘅人。也係講從一啲研究生佢咪會上去來認識，也都算後生人嘅部分嚇，社會嘅中間分子。那我一類都係講純粹都已經到客家語言文化了，就2倍嘅行語先生。行語先生嘅部分都97年、98年開始嚟，特別是校委會有判青島青貼片咧都講。用於文化一啲研習，一般嚟講，教育內統判嘅研習，譬如講，本先生會上韻啦，也係講會語言當好都好，也係講佢會教材教案教材，等等，而且兩條東西都做得。唔過我特別是校委會嘅立場係講，我希望兩條先生唔係單槍會兩條嚇，如果嚇自私嘅東西，佢希望特別是嘅先生係曉，要會創到嘅山歌。也會帶聲人嚟跳舞，也都先生唔係單槍曉教，佢還要有文化嘅層，佢帶韻而有。故所你係咪有本地講，語文要嚟到內涵，你客家人嘅強調嘅分配，還有你嘅顏料啦，等等，你到台灣嘅分佈、特色等等，歷史文化、音樂藝術，等等全部愛曉，愛曉嘅時節，唔講一啲行業先生全部唔曉創山歌。
刚才吃到去亲吻一下的事情，也有转到讲做晚还会学冲山歌，我是个一个做学生，迄人也学家人的冲山歌，做晚还会学跳舞，唔看我都唔会跳舞的人咧吼，啊我做晚还可以去请先生来学跳舞。做晚学去做第个手工编的东西，佢全部唔免我學文學嘅研學嘅，但你我都老撇曬叫我按3萬，我一下去唔免1年2年，5年6年，學到吼小課做第吼來9年一條入門嘅東西，我真敢停下來。說了一點困難哦，因為好像其實蘇雲老師吼，就像我一開始講，我一直想講到底教客家嘅老師讓嘅老師真係千好客家老師，我一直想做其實老自家做學生嘅老師啦，唔係做老師嘅老師，因為最想按樣做學生嘅老師，基本已經學定老客家有關係嘅東西，將來老大家其他學生嘅，不管係到些學生嘅來分享。不過想做一個像學生嘅老師哦，一定要懂得懂好高嘅事情來發生的。我個下一節嘅時間，我想將來請蘇雲老師來分享一下，佢對做按樣嘅教育嘅過程嘅時間，多樣嘅樣把你好高要樣把你艱苦嘅事情，我想下一段嘅時間，讓蘇雲老師慢慢來談下呢個部分。我想做老師讀社區大學裡邊，讓不同年齡層嘅鄉下就學習，特別成人嘅部分。一種一俗無叫講，都係無叫講，你了解成會知道。多年的文化，真係講嘅文化，無大家都全部都係愛現的，全部一種上一樣好聽咯，一定係抖音高雄啊，真好聽啊。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上一節請蘇雲老師來談到當多有關客家嘅教材問題。其實聽的話，就談下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事情你有講，就講其實講到教學，其實一邊教一邊學嘅一件事情，就係蘇雲老師一直推做嘅事情。不過蘇雲老師讀社區大學裡邊教當多無困樣嘅學生嘅，呢樣嘅因材施教教材教學咁樣嘅方式去溝通客家嘅教育。所以呢件事情聽你嚟談。我想其實像我這個問下蘇雲老師，佢話這個先問一下這個蘇雲老師讀嘅社區大學裡邊青年長嘅學生係多少？70歲。70歲啊！尤其80歲1兩個來講唔好啦，我講吼暗晡頭出門挺危險。挺暗嘅啊！古時候有年紀4年嚟講，土斯太年來吼，本件嚴重特別第個文化嘅東西。如果我知道80歲，我小課小你講出門吼，因為我沙其他都暗晡頭下到。20頭問我講，等下20頭呢有課嘅時間爭嚟突擊咯。其實佢青島嘅學生嘅年齡大喺哪邊？20人到40人嘅青島，因為樣講就是講，可能買我自家本人嘅感覺啦。因為有啲人吼，有啲先生佢都特別嘅學生都係老人家下到，也講特別都係細人下到。我嘅學生我要做過研究吼，都係20人到40人青島，我上嘅原因係吼，因為我自家懂唔認到，我嘅行為，然後我嘅思想吼，然後我做嘅事情都會。看起來較像嘅20人歲都，雖然我已經50人太人歲吼，但係我從頭我好看小說，我好老人用賴啊做聯絡嘅工具，我好老人像朋友樣嘅。比如講我學生我全部老叫聽者都講，你都係我嘅好朋友。嗰時候我喺皮店也都手機也都阿哥阿姊來讀書，佢哋都啲講我係咧做朋友嘅先生，唔好講係叫佢咧現嘅吼，像我先生嘅現嘅吼。愛鄉人啊，又係講愛老人拗，我全部冇幾多習慣。嗰時候簽嘅人每一下報一下都講，一個先生出嚟當做地叫我像朋友，係有幾多遇到困難嘅時節，拜託我會攞去聽書處理呢條問題，也都等下人哋將來下層面嚟講，我攞幾條鄉下學習嘅過程，然後讓嘅學習將會變到效果下好。跟我就像等下再嚟講，我都先回答你講，我係學生年齡層都也係高。堂嘅蘇雲老師講嚇，上課像交朋友樣嘅，真係對交朋友。教當時4年嚟咩教hello 嘅老人家，咩要當中間呢啲20人歲到40人歲咁樣嘅
講迄沙飛嘅中間代嘅哦，中間世代啊，樣迄隻咁講。其實我做常常想，迄按樣嘅年紀學生嘅程度，對於能夠夾嘅年齡背後有乜意義冇？因為點啊，出到都講，你講到買東西以後嘅服務啦，用法語來講都售後服務。售後服務。我知道我有做到哈，上課時節當然你老記得哈，像我喺提做到老下課以後哈，我都拉嘅群組底部係冇停嘅，特出一條問題，大家都經研究哈，係咪都嘅查資料哈回應，還有我一講一項綜合以後，佢都會延伸到到。會轉你做下尋資料呢，兩個知道簽訂元件嘅事情啊。我想咧就，我覺得譚老師人講啊，就會想到講，像一啲喺後生年吼，佢會因為大環境嘅考試啦吼，我過當到嘅投入去做啦，年都會很弱。所以我都想講，當然我說依然很弱一些，我說同正常嘅，因為我說同正常啊，正常嘢對我嚟講是講。佢對呢就客家議題也好，也係客家文化也好，也係語言也好，佢本身就係有真係有隻興趣度嘅。因為我咪有讀過一些後生年哦，其實後佢像係想要做乜嘅一些事情，研究嘛，佢譬如某天講，研究了做嘛，我因為佢要考試，我說你要做電大上，電大上是講其實有一隻目的，咩唔好啦，即係有一隻目的去督促自己去學較多東西，或者咩當好一件事情。只係講喺佢自己本身對呢件事情有較主觀的嗰種自己嘅信念咯。我說我說阿我就真係冇當翻去阿娘後生年讀阿娘公家單位嚟聽書，因為說你嗰公家單位地方有時嘅當到係有嘅事情，有時嘅我。本來後生嚟講，其實動態壓力啦。呢種壓力就係講，我想去，其實當想我做，立刻嘅做啲乜事情。有關係嘅事情。不過有時嘅當到事情就因為兩急，可能就一下就冇辦法做出來。所以社會一些大上，像你阿娘嗰時嘅人，所以像淑玲老師阿娘嘅角色就當重要。係啊，我知道我一家很多引導嘅角色，剛開始佢可能老年學嘅東西係。表面上都講你要曉講客家話啦，你要了解客家派物嘅法統，有物嘅文化內涵啦，無論係建築啊，也係歷史等等強調。但係也都係表面咧，對你後生人嚟講，也都東西媒體當到啊。你去陣點口嚟看，物嘅咩有嚇。但你我知道人哋冇唔拉，你喺沉澱嘅時間，一天都去思考，思考係後輩爭做嘅事情，唔到課堂上。1禮拜3點鐘要拉，嗰時候我本記得題目也係講重要都係講，你做你係嚟做嘅。我從頭本記得寫，你做咩講係要寫要做，做到沒有啲錢做啊嚇，也係講做到太普嘅素材像董事啊嚇，也做到綠隊。嗰時候我當到嘅相片嘛嘅嚇，其實都係人講魚幫水，水幫魚啊嚇，互相聽數。我木本記嘅重要，佢做咗以後嘅相片，我都行做得搞行得到人講唔看啦，沒有啲天氣。做乜嘅佢擺牙嘅時節嚇，佢做乜一天用油樓嘅唔講鹽記啊乜嘅嚇，佢都一天唔會擺一條魚，會去油。你老係講嘅佢苗路當嘅相片其實不可靠啊，佢唔知錯啊唔錯。嗰時候我講喺我學生嘅做啲協作咧，一係講你講嘅純感茶，一真件做啲協阿爸阿妹嚇，阿公阿婆啦應該係咩阿爸阿妹，變到嘅做頭行嘅嚇，其實無金無到變無金咧。唔講一種東西冇正經人同學做嚟報告本兒堂，我知道嘅說服力係冇啦。嗰時候我常常做一啲事情都講，我聽書記到係老記到帶做嚟講學批定記到啦，去簽題目，但係正經去執行嘅人，我哪有按到時間我冇法度去到，你講全台灣萬乃都係客家種，唔過記到全部下看野外啊，全部看大講樣，呢段時間我都係利用佢啊。其實一樣嘅交流嗬，就會慢慢地發現到嗰種一隻狀態冇困樣嘅小地方啦。係啊。咁我是呢一種小地方拿出來交流來談哦，我知道最當好一隻點，因為我當層面。我都想講其實
就像安尼呀，原住民好啦，佢有10幾族、19族、18族，冇可以用嘅族系。其實安尼客家咩當到冇可以用整條嘅客家話。親逢用啊，就是大家語言就有，因為一隻整條嘅講話習慣，然後用史料掉啦，語言一隻微妙嘅改變。然後其他都面對到其他的國家，總體地位、生活淡薄一些的信用啊，或者係美食，有冇用嘅面向咧，當豐富當神奇咧。其實我想，其實像安陽哈，面對安陽嘅地方哈，我就想聽的這個我們淑玲老師講高呀，就講其實安陽嘅一隻文化係一種變化性，係咪做嘅客家嘅教材改變嘅一隻當重要一點嘅。但係你唔係講嗬，但請講，以下目標嘅題目叫做在，你聽到愛先。印度佢就讀，古時我本佢就讀小說，小說嚇，地背都會寫到當到自己文化元素嘅背景。啊，因為一啲小說嘅篇目讀熟以後，當然咩冇事情啦。像我哋嗬最 Q 呢就講到讀班雅族，然後有識之人都會後生文學嘅撰寫地背嘅文章嚇。讀睇以後我哋好好去睇下票選啊，條線嚟講，好好去愛讀有識之人，因為有識之人都做你前面嘅族譜，嚇，你對那類嘢保一隻，一到乜條簽都流出來咧，嚇，咁下尾因為我哋也好去讀一篇有識之人，嚇，佢哋背後一啲寫手寫都當好，啊一得獎，嚇，我哋讀熟以後就簽去做一部分，啊班雅族，因為沒有得素材，太富喺那邊啊，嚇，唔記得咧，嚇，因為有班雅族也見識咧冇窮樣，因為有一啲對個寫嘅作者寫講佢遺傳，佢遺傳係日本人，啊，來到也屋下認同對講，識咧我屋下，嚇，什麼點以後拜爺嘅，本來喺拜天公，結果佢曬到變到公園嘅時，啊，遺傳真係轉嚟，唔當係強下識個也拜爺做當上喺我屋下嘅人咯，我當這陣嚇去成嘅耳朵喺我度，我哋，比如講我中風人啊乜嘅嗬，我知道安尼文章。其實當少年啲，我學生睇下頭嘅時候，佢講先生唔係，又係做壞事爭以為哦。我講唔係，年紀寫一定要幾背嘅，咪好我建議查佢嗬，事後再寫出嚟文章都點講，都會幾神奇，有冇嘅倫理啊存在，真嘅有班雅做一件事，唔係像我哋普通事人講做壞事爭嘅班識嘅做嗬。古時我看一種一俗，冇叫講，都係冇叫講，你了解先會知道。東人嘅文化，真係講嘅文化，啊！冇大家都全部都係愛現嘅，全部一種上映好聽咯，一定喺抖音高雄啊，真好聽啊！可以。那邊想講，其實像安樣嘅一隻客家文化嘅變化嗬，其實多嘅地方就係講，因為客家人做一隻移動嘅民族，移動前世嘅，一隻前世一隻民族，佢到一隻地方。佢落腳以後，佢就慢慢留佢在地嘅無昆樣嘅年嘅無昆樣文化交流的，流落來，慢慢的流落去，其實佢會產生一些客家本體嘅變化。係先咧屬於誒本土嘅 local 嘅。我所以咧，其實一定好，因為其實咧就係我知道客家話也好，文化也好，佢停頓時代同佢改變，行過進步一種方式。停到時代對，當然我想下一節嘅時期嗬，咩要請嘅。淑玲老師來談，因為安尼剛剛講到嘅，呢樣嘅停頓時代來改變。我知道講淑玲老師其實佢不用當頭時間和精神，同佢上嘅咩客家嘅教材，呢樣嘅停頓時代來做新嘅變化。我想下一段嘅時間都同嘅淑玲老師來講呢一點，按照慢慢做老師做出來一些新教材，再嚟看講呢個教材。有基礎，我本來講，我上我寫嘅教材，唔係單槍語言做得本來來學嘅人天天，我都會參都當到老文化有關係材料也併入到我教嘅教材地位。各位觀眾，呢上一節其實談到當到淑玲老師教材有關嘅事情。我想對談老師嘅教材以前，你先看一段 VCR， 用呢 VCR 來看一下淑玲老師佢讀嘅社區大學地位，呢樣嘅老學生嘅互動睇嚟按照嚟看，佢老學生嘅互動嘅教材到底係哪啲位？你先看一段 VCR。留學
色，耳朵會笑出，跳得跳色。融入呢客家嘅文化，亦係語言嘅元素等等。但係因為呢度課本地背度就睇到呢客家嘅文學，亦係講客家嘅文史方面，有下深嘅為數。學生需要到班行咧，老大家討論之後，可能轉去簽資料。簽資料之後，可能可能實際去體驗。從每時來講，基本轉去老嘅老人家，鄉下去討論講，頭擺呢個天板係用班做嘅，到你下就買冇強用。佢講頭擺嘅天板，阿婆行去拿來上古嘅哦，行去拿來，然後佢用布列布嘅，佢寫得很含蓄，其實係作布，其實係磨布。呢一度呢，經過佢轉去簽入去研究，佢老朋友研究之後，來到班行表現出來。討論嘅內涵，就會俾人感覺到呢個課程很係精彩，很係有技術來學習到研究嘅價值。咁樣佢下擺會用呢度來做教學，亦係做其他行業嘅服務，都會很係親密。所以我知道，我是自己教學方法係當導演嘅老大家做得用當初嘅時間來強化研究嘅方法。語言就是在生活中體現。那我覺得就是老師的課讓我覺得很豐富，然後很多元，讓年輕人說不會覺得說，上這種語文的課程會覺得枯燥乏味，不會。慢慢的，我發現我的客語真的是有進步了。慢慢的引導我們哈，讓我們可以就說能夠利用語言哈來表情達意。非常謝謝老師，這麼用心的帶領我們，謝謝。各位觀眾，剛剛大家看到嘅嗰段 VCR，其實最水老師啊，佢用客家文化入到客家教材裏邊同重要一部分。其實當時我們水老師講，因為老客家教材嘅編整啊樣嘅隻角色變到自家當重要人生目標咯。我想因為我從細都好寫文章無論寫好啊唔好，我從細都真好。我自家細都講，我下擺要做一個作家。嗰當然寫人嘅話啦不過我真嘅真好寫，真好讀文學作品。無論係講像你以前講明清時代嘅小說，我12、13歲都開始讀《紅樓夢》，記得經典嘅明清時代好多小說咩微風簽到你台灣嘅文學小說，我都讀清到，當然都動態都唔識去讀過屬於台灣，也係講屬於呢客家嘅文學作品。我當後生就有幾種導演嘅概念，我因為講你帶到亞素材，幾多人係當青春嘅東西，像黃春明嘅作品等等像你自家李橋先生幾多嘅作品，仲呢副其實係問客家呢講後尾飛去推廣以前，我都親中意故所講也都有基礎，會本來講我想我寫嘅教材。唔係單唱語言，做得本來來學嘅人天，我都會參加到當到老文化有關係材料也併入到我教嘅教材地位。嗰時候參嘅都，因為我係中意參嘅我去寫教材嘅時節，都會對也方向去，都講我希望去規劃做啲寫出嚟教材，老外合作嘅單位啊人都好啦也係講像名錄啊強樣，我會參嘅都會到嘅你講係。分類嘅東西，老人嚴重嚟講，有文學嘅啦有語文啊，有藝術啦有音樂。我唔曉我做第個唱披薩聽書，唱其他嘅學者來聽書。我一個較熟絡嘅都係語言老文學文化像民俗也有別你行專門嘅教書先生，都會唱幾條聽書。你按當年來，一算起來有完成嘅架套嘅教材聽書沙其他或者係唔係沙其他都像你，特別是客家VNF 嘅文化主題公園佢也有當到太年嘅課程，佢也參嘅用一啲東西是都是推廣到會做得嘅。其實像你前面其實你讀節目地方，老師沒有帶動到老教材有關嘅編輯出來嘅書，做得社會台面咧就老師上過編成教材嘅書目。好。一條大概都係92年以後才下游嘅像個台北嘅設計類嘅適合
你讲诶，三其他嘅學生係讀嘅一個入門咧，對客家嘅歷史啊，客家嘅民俗啊，客家嘅音樂，你要有一個哈，人講入門嘅了解時間，讀亞條書記真淺真簡單，哈，同時佢嘅入樣嘅部分，留佢嘅封面嘅設計哈，都會有一個王志忠先生哈，真有名嘅一個畫家哈，也係藝術家哈，佢來天書設計，按本看到真正哈，啊入樣嘅部分嘅背景要做到當好，故所一下套書我出到當人看過以後，你講誒，我對客家嘅了解就變到講有一個很基本的配備都有嘅哈，一部分都會喊迷茫差唔多100人1人1演章開始規劃做嘅，做起哈，像你台北市校委會的詩詞比賽，所有台北唔單止台北，應該講北基啦，北基都會有人去投稿，伊就寫詩，寫詩去描寫都非台北嘅情景，都非台北唔單止係台北市啊，新北市咩台北啦，基隆係安尼嘅連沙，佢哋也對哈會寫客家語文嘅人。客家詩嘅人都來投稿，估上一年哈，我都有聽書佢哋做編修嘅工作啊哈，或者係講上次愛註解等等，全部有聽書。我知道最近哈，一啲哈講嘅東西，哈要寫到人都講，客家出去唔咩路誒，唔咩 QQ 誒，唔咩安尼將人看呢段嘅比情咧，悲情咧，裡面有佢發拍老死推做在聯合嘅，我都知道我做了就寫，我自家當歡喜。其實咧，第八書第八係，當到係老有些插畫結合就強下。有係。我記得其實我咪記得嘅那個小說家我係好朋友更有名。其實佢咪有一篇嘅短篇嘅小說第八故事拓出來，咪由蘇林老師來改編成一隻像插畫一樣嘅教程，什麼？一件事情都本來真感動哈，都講頭前做嘅第一累積嘅第一基礎哈，更有名先生嘅微笑老妞，佢都幾個喪禮上的故事，哈，一個書底部一個單篇啊，應該算係中篇，做得算中短篇啊哈。呢篇小說苗栗都係連苗栗去史壇做一個範圍哈，因為呢篇小說哈。真經講嘅質感係非常好，又有描寫到，佢唔係講清楚講，我都係描寫客家，唔是各樣東西都掛客家兩隻字，但係你都地步都批到客家嘅秘史，你喺教材當適合，你起來開發做一個繪本，你又請到當好當針對嘅繪畫嘅團隊哈，王志忠先生佢到嘅團隊來聽書哈，上個老佢變到一個有藝術性嘅，講客家東西係當有藝術內涵嘅，故所除咗佢嘅文本以外，你背景老佢畫出當好嘅繪本，以後繪本當實行，太原聲人都好讀啊哈，佢你應業嘅時方嘅亦都記卡哈，用到你嘅讀本地背，我都會講老佢延伸。其實我是唐大娘咧千歡喜啦，因為剛剛唐老師講其實我是想小說兩個東西佢都寫一隻同西一點。不過佢同西點可能寫一隻客家嘅東西，寫一隻客家嘅地理環境也好，也寫客家種一隻故事也好。不過佢配合可能有一隻同청月訊息講，那件事情變態以後，佢不管客家人也好，唔係客家人也好，佢可能佢係會有動到共通嘅嗰種人對故事嘅感通，也係一種對故事國家一隻同理心嘅共鳴。我想呢度其實就係呢度小說家寫出小說嘅時間，佢希望同到人抵抗嘅事情。我剛剛同蘇雲老師講其實蘇雲老師有做到同到點就講用一篇內容來反做整個用客話嘅方式來寫出來念出來我想你兩團呢，真好不好意思嘅你談一下嘅蘇雲老師佢用念一團佢自己寫一種教材內容，用客話嘅方式來談一下。我想一團嚟，你又談一下，用談嘅方式來談蘇雲老師嘅教材。做得咯。嚟，老師你要先來一團嚟念。我想寫我自家嘅作品因為我自家嘅作品都已經都出版過嘅我想要用我自家嘅學錄腔，來朗誦一下。好。一篇文章嘅當中，每行一邊都係歌，邊都係一首歌、一條歌就來為大家念記得寫菜樹下，記得寫菜樹下，風假啦，
高乃撒，腳上腳下劇書畫，歡喜嘅心情，就像緊跳舞嘅娘破花，快樂嘅小生，就係後從山高嘅大好吧。唔知頭天演兩沙，對頂拍潤做飛機，飛啊飛啊飛，我飛到對面嘅槍槍山那，親啊親啊親，我係親你們嘅將將風采下，上屋嘅福春北，天頂老牛股。來到榕樹下，比手畫腳，嗶哩啪啦，荷塘嘅鼓變出日雜又日雜，神奇嘅小可，天上來改，阿妹愛，成日呢談到在白白，叔公叔婆聽到笑哈哈。心夢太樹，本愛到嘹亮唱歌，講鼓跳舞，血困老實差，感謝太樹，看恩出門打拼，平安轉家，日白又日白，故鄉故鄉，想起頭白。故鄉，故鄉，心肝肚，該摘千醬嘅素菜。很長嘅，你喺詩歌呢？係，喺詩也係歌。哦，因為上木下，係上木下，每3年都有你心肝肚，嘅摘千醬嘅素菜。去到太樹當空去，等爸爸走來忙，送爸爸出去做事，等姑婆來了。嘅太樹下好巴順，從頭到尾聲呢有無限想象，做在印象誒肥田落地去想象嘅素材，細細時節，而家唔止頭田嘅兩啥，冇聽錯對細細嘅做在講係細情人美好啦嚇，未向離開故鄉，從頭誒當然心肝肚都會想到遠遠嘅隻心肝肚嘅故鄉，永久都唔會唔見。素材啲，像海灘嗰人再過來。談下就講，你睇其實談到當高材哦，因為高材偏向做嘛做成嘅高材，所以 QA 高材有時嘅問題。係，你都係進來修改，進來進步。我想講喺段時間你談嘅下 QA 高材，有乜嘅問題，而且做嘛你要老師要做一樣新嘅高材改變，係改變，再來改變。我說啊，偏向一定有些意義，你唔可以用嘅，也唔可以。教材拿來一下，看到周頂周本選課一天冇來，你基本你咧對象係乜嘢？佢到時候係乜嘅？佢到喺義輔到那邊，你要發到樓，佢到交通，佢將會聽一期聽聽讀下去。各位觀眾大家好，安尼個當擺3節嘅時間吼。都當到徐林老師用了客家話、客家文化變到教材係兩點，每堂到老師談到當到佢變呢種新嘅教材，我想其實做乜講你要因變化教材，因做出新嘅教材流新時代嘅後生人溝通，佢當中一點就係講時代人嘅改變，因為你因確定QA 老嘅東西，可能慢慢嘅新時代嘅後生人佢就會唔點樣嘅入到。學是俾嘅教材地帶，所以我點其實做問一下水林老師吼，像安尼樣嘅，從生活地帶發現到咁多教材。我比伊咧你嚟講嚇，我嘅後生人啦來到我嘅班級嚇，我從頭去問後生人，我下終於去問先問後生人，唔到對我客家嘅聲音嚇印象較深嘅物嘅，佢都從頭去講苗路嘅，無都係都共享嘅。你看你到嘅公共場所，做得接觸嘅，嗰時我都啲講，原來記得後生人中意呢啲東西嚇。我特別揾嘢咪睇呢，
客家话本佢哋堂，念熟以後，佢哋都會嘈茶嘅時節，太搞到變動認真，唔敢滑手機，唔敢打嘴鼓，都會點點糖。因為我哋講吼，最後嘅教材都當然嘅神風，唔當然會啲嘅嚇。啊，我哋都也未談吼，我學生嘅面向輕重嘅吼，從天府台嘅時節，唱起後，樹咩愛辦好勢來，獅林、劍潭、松蓮、鹽山、台北茶頭站，我去中府鳳鄉嘅旅客，搶菜本站盤茶，咪插用嘅寫字來咧。雖然係聲音係老啦嚇，不過特別音呢一趟嘅時，見到講，係啊，原來教材都當係神風啊，我用一觀點然後佢哋分享，佢哋都提講，我係一啲做得堂大家嘅聲音嘅先生，我係會注意我神風嘅事情，係咩老古董。人一下講唔錯發音冇標準都見罵人，而且對唔會安尼。嗰時候我只有把我用嘅留等也都學生嘅，開始佢變到天天變到係我嘅好朋友。啊，我都講唔係單槍課堂上，後輩係你嘅好朋友。嗰時候都講教材當重要，我安尼雖然唔係我嘅東西哦，也係安尼公單位嘅東西。但係我有法度變到係我一家體育課上人嘅點。嗰時候教材用嘅反轉，當然。對於神風嘅事情來做一個連接，啊，我嘅連接哈，本來面向參與嘅事情，我會有進步嘅空間，我會提講，你哪位唔好，我修改，唔係俾上人嘅教材拿來一下看到照定照本宣科，一定冇拉，你基本嘅對象係乜嘢？佢都需要係乜嘅？佢都要義輔到哪位？你要有法度佬佢都溝通，佢將會很一期停定讀下去，佢將會很早去再研究。再去對客家行下沉入嘅，也或者有啲好落客，第一家喺客家人以後，佢下一步要做乜嘅事情？嗰時候因為安尼心情，面向我哋編教材開始有上到，因為編教材一定係安尼老主辦單位，要有同道嘅溝通嚇。啊，我嘅教材地位有用到，像特別是學位費嘅後生文學，像嘅一本書，當人感覺當奇怪。我做嘛要先像用安尼東西來做教材，如果講啲後生人寫呀，因為唔係像講，我以前就食開過台灣文學小說線，都會用像李橋啦、仲李佛啦、仲秀珍啦、林海音啦，也係王景等等嘅寫來寫去當有名嘅作家，或者係後落學來佛嘅作品，我未用過啊。做嘛我慢慢咧，我知道單槍本地圖嘅經典嘅台灣客家文學係無啦。因為個經典都係經典聽，佢提嘅事情喺哪做，佢已經有一啲時代嘅差別，悄悄嘅愛配到一下嘅面試，一下嘅聲音，我愛轉啦。故所特別是學位費判後生文學獎嘅時節，我都要停書，像講編審啦等等投入，按樣去寫後生嘅。其實我咪留佢停書去做當到廣告嘅工作，因為唔一啲。後生人唔可以留，佢唔可以寫，佢唔肯寫。我無論去到哪就像我要教，一定會比如講台北教育大學，我沙團要教嗬，嗰沙團學生大概都本來白定去寫。啊，當然佢哋冇聽錯會得獎啊，嗬，啊有啲會得獎嗬。但係有啲作品表現咧都講，當推嘅後生人唔肯來關心客家嘅政策、客家嘅文化背景，肯將啲老年嘅老人家向下來探討。向下來了解客家文化，讓我變通老歷史退有乜關係？唔係頭班嘅想象嘅啊個戀愛演夢愛事情，第一得獎嘅都有一啲係，比如講老家爸爸，本家爸爸60多歲，很按認真都嘅研究客家文化，嘅來嘅感動，寫文章嚟得獎嘅，有啲人講，佢頭班老家公家婆，實係都冇呢個散馬地位，佢寫一班雅族。原來都係代表一個嘅福客人去認同一個情形啊，還有像人講去寫露翠布嘅啦，嘅現實寫都結講嘅老嘅露翠布，樣嘅嚇去路向下變到一個行下講嘅夢都係你講嘅露翠布堂，我嘅描寫都結感動嘅，啊呢啲東西你冇分析嘅時間，學生係唔知佢講到哪位，啊其實我感覺睇嘅100人4人判出嚟。當然係感覺真感動，都真成功嚇。竟然天意區嚇，當訪人後生人來投稿嚇，不過也可能來唔出嚟啦。啊，但係都講嗰條作品嚇，唔做先生嘢，我要才挑起來分析。
本嘅方言透過以後，如果老分析講，老菜不給都係買東西，唔係讀書啲咯，嗱咧轉去故鄉，阮爺妹啊，一阿婆頭擺煮過冇，冇聽到幾老頭擺空定咧嗬，面從下嘅20人年咧30人年菜譜，佢都搬出來，因為安尼二老阿婆嘅感情來橋呢，嗰種係懂感動。啊，你講韭菜這個轉化嗬，其實就會做得創造一隻新的價值出來，新的價值出來。所以其實啊，樣嘅延伸性的東西啊，其實最從先開始一隻老師老鄉朋友嘅學生係開始嘅。我想其實一點好，其實睇過嚟講，其實係還是都挺好嘅一隻地方啊。你當然希望講你會唔會當到客家後生年哦？來咯來，係做得嚟啦，因為我做咧這個係感覺啦，就很難嘅事情哦，就係讓嘅老新一批後生年建立下來。因為我真少嘅就係講越嚟越少後生年講客話啦，越少客家人後生客家人講有興趣講自己花時間去潛自己嘅東西。其實唔是潛動態東西，所以其實好簡單。你係後生年，冇爸爸媽媽係後生年，做客家人，而家阿公阿婆係客家人，你做到一隻點好嘅，即個阿公係客家人，其他唔係做阿公啲呢，跟住想辦法去潛到你阿公，一潛到自己媽媽，等等嘅細記，去留幾條記，全部慢慢嘅黏出來，所以黏咗嘅過程嗬，你就發現到客家同喺度嘅，做一些呢客家後生年做得去。留自己嘅身份接軌一隻方式，對自己嘅身份嘅了解。其實我所蘇林老師吼，佢對應做嘅事情，其實最做啲就咁樣嘅接軌者，佢搭一橋本後生年，就其他睇特別是佢嘅頭去即個影響嘅客家，呢樣係本嚟後生年頭條橋頭條片，慢慢地行過嚟，但仲有條橋可能就會老師教材，希望我大家記得一點鐘嘅時間。你做得談到蘇林老師講到老客家教材有關嘅事情，唔單講嘅客家教材點點，因為教材背後當創業嘅目的是講，希望大家做得啲客家要當到好教嘅事情，當分析嘅事情，沒有當出得大家去行到客家世界地方嘅事情，然後通過當簡單嘅溝通，帶領大家行到客家世界地方嚟。我今日當歡迎謝謝蘇林老師來到你節目地方，老大家分享下呢樣事情。什麼主持人，什麼大家？我想很快有機會這個唐老師這個分享下多的話，有個新的變化出來教材，原來都教材好多時候。張蘇林老師，美圖老師開始，佢學得跳舞，學得唱山歌，學得通小說，學得通詩歌。佢老所有嘅客家元素變成化學實驗室裏邊原料，等等老特種全部裝到試管裏邊，等等用兩隻架幾隻，用幾隻架兩隻，看看能否做出原來，看看能否發生奇妙嘅爆炸冇，炸開來就會新嘅溝通客家教育、客家文化嘅一種新世界，唔停止用實驗嘅心情。去面對客家化嘅教育者，咪透過安樣嘅實驗，教育到下一代